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4公视台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立法议会今仔针对7个大法官的人事动议权案进行投票，落尾7个拢无通过，总统还阁定提名。婚姻当时向一个土鸡场确诊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5200外只土鸡仔拢抬掉，是今年国人喂到禽流感的头一场。今年过年休9天，高铁搁代替12月26返点开始卖春节的车票，高铁是加开360班车，代替加吞302班车。来看伫宪法诉讼法修正草案通过了后，未来宪法法庭至少都要有10个大法官才会当开会，目前大法官只剩8个。立法院议会今仔是针对7个大法官人事动议权案来进行投票，若无至少通过2个人宪法法庭就会无法度运作。今仔国民党团是表示讲会全面封杀，民众党团只同意通过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刘静怡，民进党团是来投同意票，也毋过无同意民众党支持的刘静怡。落尾7个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全部拢无通过，总统赖清德就爱定提名。立法院临时进行7位大法官人事动议权投票，包括司法院长被提名人张文珍、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明。因为7位大法官连选被拿被质疑废死的立场加政治色彩真明显，国民党团决议要全面封杀大法官的人选。南亚立委徛几排，伫投票进程态度共款，大声喊拒绝废死大法官。对于全面封杀的关键原因，国民党团总召卜坤奇讲，是要展现对总统赖清德的无信任。国会神圣的投票的结果，在傅昆萁总召、柯建铭总召、黄国昌总召，朝野一致同心协力之下，把赖清德总统所提名的7名大法官人选全数封杀。大法官作为宪法的守护者，必须要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对民众党团决定要团进团出，会同意通过1位大法官的人选，是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教授兼所长刘静怡。刘静怡不同意。刘静怡不同意。因为民进党团是互大家正意外出招反制，同意6位被提名人，只敢无同意刘静怡。因为是7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全部拢无过，用修法的版本去反推如何行使投票，这已经完全只沦为政治的盘算，完全只沦为要瘫痪宪法法庭的政治意图。因为宪法诉讼法修法3读通过，明定参加宪法判决大法官上少爱10个人，全国违宪大法官上少爱9个人。伫目前大法官只敢剩8位。若是被拢拒绝通过提名，恐惊宪法法庭会背顶背东。对此，民间团体甲真侪小党发联合声明，要求被为因的修法的手段负责任。今天在这里严厉谴责蓝白联手没收人民向司法求助的权利，让台湾一系回到戒严时期。苗博雅批评立法院初步修法，和大法官被立委赶入去鸟笼仔内底。受害是有冤无底申诉的民众，因为这边7位被提名人全部拢无过关，赖总统依法就要搁再重新提名人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因为金华城案红旗亚紧跟咯，伊嘛发表公开声明，讲要辞掉党主席。民众党的前立委蔡壁如是讲，已经先辞掉台中市政府的顾问，要来选中央委员。敢是想要选党主席的？蔡壁如是表示讲，若是吴国昌要出来选，伊绝对会支持。嘛无人要选，伊愿意承担。柯主席据说啦，他们说这礼拜那个检调要起诉，所以我才会想说，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要挺身而出？呼吁民众党攻击，即阵应该团结一致。现在台中市政顾问的前民众党立委蔡碧如，要向台中市长罗秀燕请示来参选党中央委员，甚至不排除争取民众党代理党主席。党内人士表示尊重，不过认为这阵重点应该是要全力慰留郭文铁。目前党内的步骤是选中央委员嘛？那至于是不是要选党主席，我想这可能暂时先保留。这时阵来攻击，我们会撕裂啦，绝对不是碧如姐的本意啦。你哪有可能安尼做啊？如果真的这样做，我真正无度接受哦。因为强化城市案件，郭文铁议员伫规划，依照民众党党章规定，党主席请示也是因故无度执行职权时，由中央委员互推一人代理，所以明年1月19选出来中央委员就具有代理党主席的资格。民众党也设有当年中央委员，名单包含党主席郭文铁，另外党团3长毋过抢顶，要台北市议会党团总调张志豪等人，只是对着郭主席的辞职批，秘书长周鲁修讲，到即阵还未收到。目前并没有收到相关的信件。这一刻，因为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如何因应起诉后的状况，然后这个全力把柯 P 这个拉出来。我们很清楚认为这是一场政治追杀、政治迫害，因为司法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会力挺柯文哲到底。我们认为他应该会从善如流，爱我们这个党，他会接受我们的慰留。全党强力慰留，周鲁修也强调，若郭文铁遭到起诉的，依据党章看情节处理，并且评估起诉书的内容，只要由民众党中评会做出独立判定。记者宋亚报道。北检侦办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地备案团讲案件已经到最后侦查阶段，最近嘛个团块民众党的相关人士出庭作证。20台北市议员陈佑成到案说明的时，有挂一支乌青的目镜，有网亲就发现讲，迄是一支会当录音、录影，佮有通讯功能的智慧目镜，引起争议哦。也毋过，陈佑成是强调讲，伫咧接受调查的时，伊无挂目镜。台北地检署嘛表示讲，已经把陈佑成列做被告，会来调查讲敢有违法。好，大家辛苦了，谢谢。穿西装挂乌青目镜，就是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陈佑成。伊20号北检约谈完成报道了，去伫楼顶应讯。大概1点钟了，陈佑成结束侦讯，对楼顶落来，目镜小调一个接受媒体访问。基于侦查不公开的原则，我没有办法在这边透露刚刚协助检察官跟调查局完成的这个证人的项目。陈佑成是因为郭文铁政治现金的案件，和北检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因过伫代志过3天了，伊人尊挂的目镜所互人质疑。网红四叉猫发文讲，陈佑成迄天挂的是Meta智慧目镜，有翕相、录影、通话功能。有网友就质疑讲，那侦讯期间录音、录影，恐惊是违法。如果没有得到检察官或书记官的同意就予以录音录影的话，那本身涉及到了刑法的妨碍秘密罪，而且呢也违反了个人资料保护法。对此，陈佑成发声明澄清，讲伊只是伫咧接受访问时阵有带这副目镜，伫咧应讯的时阵，现场本身就有录音录影，用个证明伊迄当阵无挂这副目镜，拢有配合检调，所有行为拢照规定。希望能够让里面的检调是可以看到这边人的决心。伫进前，陈佑成参加公开活动时阵，大部分拢无挂目镜，这回伊挂新的目镜，无想到讲时机正敏感，互大家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有一个查甫人无爱讨趁，常常向老母讨钱，讨无就起骹动手。顶个月甲老母杀死，法院已经裁定羁押。另外，伫新北市，某一个亲像是向老母上爱管东管西的人，伊涉嫌放火烧厝，害老母佮阿姊拢着伤。伫车路姓曾的查甫人为后边抱起妈妈动伤，妈妈送医抢救10天，也是救无倒来。代志发生伫11月底，亲友不满姓曾的查甫人受过残忍，也控诉长期无头路，干系向老母讨钱，讨无钱就拍人，佮将妈妈锁伫门外，害规暝困伫门下口，即马法院裁定羁押。那边就是要看拿钱拿不到，就把他赶出去，然后就跑上去摔他，然后就直接转身就走是不知道过多久，然后路人发现才报警的。这查甫人为2月到11月初有过3摆肉糜，或者是想要拍老母，互警方通报家访，所以因为唔甘后生面对处罚，最后心软。再去跑走，我要甲报案，叫到伊嘛讲伊无来啊，我等来啊，我咩咯？
嘉义市表示，这几年家暴通报状况常常看到亲属之间暴力，尤其65岁以上受暴人数占全市7成。老大人常常因为面子，或者是唔甘是接受法律制裁，选择无通报，或者是无申请保护令。后必局一直出现社政单位建议出面改变热情通报，后警警社政定期方式。我们警政跟社政人员如果知道了这些情势，我们也会依相关的一个风险因子来做评估。那适当的时候也会进行依职权来进行保护令的一个申请。新北这边提2场透早火灾，厝边破窗救人，监视器记录到警车到位时阵已经被少厝边关心。53岁怀孕人全身50%受伤，10个后生也砸伤，原因疑似是后生不满妈妈管教伤过严，在厝内放火。我就赶快上楼看有没有人受伤，就有一个就是那个底已经昏倒了，然后就赶快又下来叫警察。在现场，楼梯间也有火烧过患者，警方调查认定后生涉嫌重大，以涉嫌公共危险罪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的南区，一个63岁查甫人，伊骑倒摆经过国公路甲雄兴路口，可能是要超车软来软去，结果去弄到一台倒摆，家己嘛出去，去互后壁一台公车搞死。详细事故的原因还个调查。行车记录器翕到2台机车正驶伫慢车道，这时阵公车正要来靠站，其中一台机车有骑较慢，不过另外一个骑车的人敢若无注意到，2台机车先是发生相撞，结果其中一个弄半倒的骑机车人却是互公车挨过。代志是发生第23早起7点外，当时63岁这姓林骑车的人骑机车沿国公路由南往北行，却是伫雄兴路口时，敢若要超车，甲这姓蔡骑车的查某人相撞，跋倒伫涂骹。不过这时阵，疏忽这要靠站的公车甲挨过，造成伊不幸当场死亡。碰撞后，林男所骑乘的不重机倒地，遭左侧的公车碾压，造成林男死亡。蔡女部分则右手臂擦伤。2台机车碰撞，然后倒向我们后轮这里司机他是左侧是没有问题啊。警方初步排除客运的司机甲这姓蔡的查某人有啉酒赛车，不幸死亡这姓林的民众也抽血检验，造成事故原因也会调查。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所有发生车祸甲当地的基慢车道设计不好有关系。那个桥下的空间，它应该是路肩，可是它那个现场可能把它画成10公分宽的白线，然后变成一个设计很糟糕的基慢车道，这样它会这样跟桥上有连结嘛？可是问题是，可是你桥上这样下去，那个位置又不准，其实又不应该行车。那可是桥上的那个位置又是基慢车道，我们就是那个设计的时候都莫名其妙就会把摩托车导到那个大型车道多边去。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当地交通标线有重新来维设，也若事故地点进前的桥顶有3条车道，验过架桥了后，却是向向变真歪，甚至上外边的车道无清楚，设计无好，造成基慢车动线真混乱，加上还有公车的车牌造成交通风险增加，建议应该重新来检讨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东势乡一间土地场，昨较前 HON1 阿庆哥病完成的禽流感，抬掉5200多只土鸡。云林动植物防疫所表示讲，这是今年寒冷以来头一场喂到禽流感的饲鸡场。嘛因为天气已经较凉冷了，禽流感会真时惊，所以呼吁民众都要做好防疫。防疫所的人员当日无用太湿，云林东势乡一大鸡场20小时出现有鸡仔反常死亡，主动向云林动植物防疫所通报。经过采检送验，确诊 H5N1 阿型高病原性禽流感，是云林县入冬以来头一波疫情。防疫所接获东势乡主动通报，黑鱼养鸡场疑似感染禽流感疫情，本所于22号送验结果确认为阳性场。即启动扑杀，共销毁了，共扑杀了5000余只。防疫所表示，云林县对年初到即阵已经累计20场确诊。最近东北季风增强，气温降低，为着避免疫情扩大，周边半径1公里的55间禽场拢列入监控的范围。农业部防检署嘛呼吁主人都要提高警觉。的上游国家日本、韩国，它在候鸟，还有包括在那个家禽场。疫情都发生得很严重，我们就是会在那个高风险的热区，就它可能有发生禽流感或者是候野鸟比较多的这些县市，
的这些热区我们会针对这些禽场去做加强的查核来提升它整体的生物安全。农业部防检署表示，最近全世界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正严重，经过分析，甲野鸟迁徙有密切的关系。加上国内有野鸟验出禽流感病毒，病原进入国内禽场的风险变悬。呼吁主人家禽若受反常死亡，都要主动通报。若无照规定通报的人，相关是会当罚100万的罚款，而且财产未补偿。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各地拢是一份乌阴的天气，冇雨水，也毋过补水器就减少咯。明仔载圣诞节咯，各地的天气是拢袂歹，会较热热，是这礼拜天气上好的一天哦。也毋过拜四开始，会阁有一波冷空气的落南，会影响到礼拜哦，天气会较凉凉。虽然已经年尾啊，也毋过也是有风台。第26号轻度风台帕布昨正式形成，也毋过是向越南迄边行过，对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气象署讲，伫未来48点钟过内，这粒风台会减弱真济热带性低气压。也毋过受到伊外围水汽的影响，台湾也是会落雨。它的一些外围的中层水汽，还是有机会顺着中高层的气流输送到台湾附近。所以造成就是昨天还有今天上半天，台湾附近的水汽会比较偏多。不过下半天以后，这个水汽就会逐渐减少。明仔载圣诞节是这礼拜温度回升上明显的一天，各地大部拢是最云到好天的天气，感受是温暖舒适。也过正紧自拜四开始，又有一波新的冷空气落来，会一直影响到礼拜日。北部甲东部变阴天，会落地渐坡；中南部是好天到侪云，规个台湾的天气拢会降。下一波的冷气团预估在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清晨会达到最强。预估在北部、东北部最低温大概会在11到13度之间。因若明年元旦的天气，气象署讲，到时会有另外一波新的东北季风落来，北部依然是湿搁冷，所以大家这2礼拜出门时阵爱穿较少嘞，较袂去寒着。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真冷，过去2礼拜，未少人因为天气的变化真大，心脏病发作。一寡电烘炉、有插电的毯拢提出来用咯。消防署嘛提醒民众，使用这类的家电，就爱特别细腻。小风豆豆吹出来，规分数就感觉真烧热。即马天气寒湿湿，后一波冷气团阁要到位，国内袂少家庭甲烘炉提出来烘烧，也若其他烘烧的电器，还阁有啥物款的咧？我们家有装暖气，对，还有小电毯，我就看定时多少小时这样子。保暖的温热的炉啊，白天才有用，睡觉的不用。睡觉我有暖气，冷气有附暖气。为电烧器到电烧毯啊，即马天气反寒，这些电器用品是拢互提出来用。根据官方的数据，非创伤到病院进前心跳动点，过去14天以内就535例。虽然无一定拢是天气冷所致，不过使用电器烘烧安怎用才安全？因为电烧器电线压死，火势甲乌烟喷出来，这种的火灾这几年不时地发生。最近嘛有网友铺文，半暝啊去有火粉砸到怎精神？那像是电烧器家己导火。不适合长时间的运转使用，它会积热，就是蓄热，然后过热可能会自燃。这属于高功率的电器，所以不要跟其他的，像除湿机啊，其他的高功率的电器一起使用，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过负载。消防署提醒，用电烧器烘衫，一公尺内放开导火的物件，也有同一个时间使用高功率的电器，而且用同一条烟灯线。这些拢是真危险的行为，万不利若导火，伫深开始火也无大的时阵，建议会当先用灭火器甲拍花。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有民众伫花莲倒溪乡的山区看到乌熊，赶紧通报林保署，嘛感觉讲真奇怪哦，赶人咯乌熊哪无去困冬咧？林保署是讲台湾乌熊无会困冬，赶人乌熊是会徙到中继海拔的山区。伫花莲倒溪乡有一位农友，20伫咧清水溪顶楼工作时阵，突然间发现河床顶有一只大只乌熊伫咧找食，伊赶紧摕手机啊，录起来，通报林保署花莲分署。目前的位置是在清水产业道路
要往哪聊的路线。看到台湾黑熊在西闯，我也是蛮大只的。因为真侪人拢认为乌熊会冬眠，这个时阵熊出来，是不是代表山区车地发生什么情形？不过林博士讲，台湾的天气无亲像西伯利亚或者是俄罗斯东部这么冷，所以当天伫山区看到台湾乌熊真正常。台湾黑熊在台湾事实上是没有明显的冬眠的行为。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局限在相对比较小的区域活动。往年的经验显示，它经常会在中海拔、青冈栎植物比较多的地方，在那边活动。林博士讲，台湾乌熊当天会刷到中低海拔的区域，民众若是拄到，爱保持冷静，避免过度干扰。若是发现熊正挖滚自路，甚至是走去公寮内底，为了要避免发生人甲熊的冲突，爱赶紧通报林博士法令分署。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的前总统川普提名盖茨要做司法部长，也毋过因为爆出丑闻，党内嘛反弹。昨联邦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是公布一份报告，指出讲盖茨捌甲未成年的少女性交易，佮捌食毒。盖茨是否认，佮要求法院要阻止这份报告公开。伫这份报告的公开进前伊捌表示讲，伊拍算要选参议员，也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前共和党非洲众议员盖茨本来和美国前总统川普提名要做司法部长，不过却因为传出见效大加党内反弹，所以伊拒绝任命。联邦众议院23公布的报告内面讲，发现充分的证据证明盖茨伫咧做众议员的期间，不付性交易费用和几位女性，其中包括17岁少女，也有伊定定食古柯碱加海盗丸。捌做过前总统奥巴马政治顾问的分析师认为，这份报告的内容让人真震惊，不过无奇怪。I think this report is a good thing to help at least give the public some confidence that some people are held to account. Just because he's no longer a member of the House doesn't mean what he did wasn't awful. 众议院纪律委员会伫咧几落10页的报告内面列出盖茨自2017年到2020年之间，付予12位女性总共超过9万美金的钱，这寡钱可能甲性行为或者是食毒有关系。盖茨顶个月中，和川普提名要出任司法部长了后，就卸掉众议员，伫过去也一再否认有不当的行为。也伫咧华府联邦法院向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提诉讼，要求法官紧急下令阻止发表报告。盖茨目前伫咧保守派媒体做新闻主播，伫咧报告公开前一天，伊也讲说落来无排除要竞选参议员或者是佛州的州长。It seems I may not have had enough supp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Maybe I'll just run for Marco Rubio's vacant seat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and join some of those folks. And my friend Steve Bannon and others have suggested that I return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January 3rd. 盖茨一直拢是川普伫咧国会山中的坚定捍卫者之一，不过伫咧得到提名做司法部长了，这个8天就伫争议声中退出。目前川普是也无对报告的调查结果发表评论。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来看美国纽约有一个查甫人伊伫地铁车厢内用赖达点火去烧一个查某人的衫，害这个查某人规身躯拢着火。虽然有人摕炮火器要拍火，也毋过这个查某人落尾嘛是互烧死。嫌犯阁落跑，警方伫8点钟内就抓到嫌犯。上新的消息是，这个嫌犯是一个33岁瓜地马拉的非法移民。美国纽约市警方抓这查甫人，当地时间2日早起7点半左右。最济共一帮 F 线地铁坐到尾站的女乘客犯残酷的放火案。As the train pulled into the station, the suspect calmly walked up to the victim, who was in a seated position at the end of a subway car. The suspect used what we believe to be a lighter to ignite the victim's clothing, which became fully engulfed in a matter of seconds. 车站内底巡逻警方赶到现场，看到一个人徛在车厢内底全身着火，使用灭火器拍发火势，受害者意外不幸当场死亡。Unbeknownst to the officers who responded, the suspect had stayed on the scene and was seated on a bench on the platform just outside the train car. And the body-worn cameras on the responding officers produced a very clear, detailed look at the killer.
警方迄一天下晡公布嫌犯影像，3个高中生伫另外一个地铁顶悬认出伊，而且报警。当局伫案发了后，差不多8点钟将伊抓到。警方本来认为案发时阵有人伫车厢内底困，不过即马家庭认定伊是无振动。纽约市警局运输局长古洛塔讲，放火进前2人无任何互动，警方无认为因是熟悉。目前将这案件看作是凶杀案进行调查，凶手是伫2018年为瓜地马拉移民到美国，详细身份还未公布。公司新闻是非常平息。来看外国媒体指出，讲流亡到洛西亚的前叙利亚总统阿塞德的看守阿苏马，因为不满伫莫斯科的生活，所以要甲阿塞德离婚，要登去伊出世的英国生活哦。也毋过，洛西亚克里姆林宫暂时表示讲，这毋是事实。叙利亚被推翻的总统阿塞德一家伙仔，即马受到俄罗斯庇护，最近传出一条离婚的消息，克里姆林宫出来澄清。Турецкие СМИ сообщили, что жена Асада хочет развестись и уехать из России, а Асаду ограничили выезд из Москвы и заморозили имущество. Как в Кремле могли бы прокомментировать эту информацию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ли он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Спасибо. Нет,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克里姆林宫否认阿塞德伫咧莫斯科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资产被冻结。这款消息，俄罗斯是阿塞德政权的经济盟友，并且伫内战期间提供军事援助。二日的报道讲，有英国加叙利亚上中国级别阿塞德的看守阿斯玛提出离婚，想要登去伦敦。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证实讲，阿斯玛被制裁，伫英国无受欢迎，伊会尽一切可能，和阿塞德家族任何的成员拢无法度伫咧英国徛起。阿斯玛49岁，来自英国籍叙利亚裔的家庭，1975年伫英国出世大汉，2000年25岁时阵，甲阿塞德结婚，搬去叙利亚。做叙利亚第一夫人24年，一直拢是西方媒体正好奇的对象。伫咧2011年，时尚杂志报道时阵，讲伊是上清新有魅力的沙漠玫瑰。这条报道正受争议，马上就对网络顶提来。叙利亚伫咧内战的时阵，阿塞德用暴力镇压，西方国家希望阿斯玛伊出身的背景会让表态支持民主镇压，不过马上互大家正失望。内战造成差不多50万人死亡，阿塞德被指控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2016年，阿斯玛甲俄罗斯的官方媒体讲，为了支持伊的翁婿，伊未离开叙利亚。2018年，伊宣布得到咽癌，并且接受治疗。1年了后好势，今年5月被诊断得到白血病，开始治疗，讲暂时未参加公开活动。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过来消息来看，后个月就要过年咯。今年是休9日咯，1月28就开始休。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仔公布春节国道疏运的计划，台铁佮高铁哦，1月23到2月初3拢有开加班车。高铁是加开360班车，台铁哦加开302班车。高铁佮台铁过年的车票拢会伫12月26返点开始卖。搁一个月的时间就要过年咯。根据行政院公布的行事历，过年连假自新历1月25开始至2月初2连假办9日。为着要加强疏运，交通部高公局有鼓导南方向民众以回乡团圆甲旅游为主，新正初1至初3车会上济，也若上北车上济的时间会集中伫咧初3至初5。嘛，因为连假伫咧过年的前3天就开始放，高公局有鼓导南车站的分线较袂塌，是针对上北的车站公布高升载管制措施。是国1、国3的北向的高承载是在初3跟初4这2天，每天的下午的1点到6点，就是最尖峰的时段。那路段的话，是国1的北向下营系统到头份，跟国3北向的关田系统到竹南。但是国5北向的部分，这次是从初2到初5，也就是1月30号到2月2号。那每天的也一样，也是下午的1点到6点之间。交通部嘛呼吁民众，若是打算伫新正初3至初5要塞车上北，建议南部的民众透早9点进前就要出门；若是中部的民众是建议中昼12点进前出门，嘛会使尽量利用第61做高速公路的代替道路，避免塞车。北向的高承载包含初3跟初4这个是交通量比较特别的部分。那所以我们搭配的暂停收费措施的话，就是初1到初5并不是整个连假最主要我们是考虑前面的话的这个南下的部分，或者整个国道交通状况是还不错的。
高公局嘛鼓励民众通加运用大众运输，高铁和台铁拢有规划疏运措施。高铁自1月23至2月初3有加开368班列车，原来台铁是加开302班火车。民众若是要订车票，高铁是自12月26零点开始卖，原来台铁是12月26至28，分东西路线开放予民众订票。记者卢尚如、郑俊由台北报道。来看桃园机场，昨至少有3个航班延误超过3点钟。其中有一班定伫昨下晡5点外要对曼谷飞转来桃园的华航班机因为信号异常，伫今仔透早5点才起飞。落飞机总算转来国内。中华航空 CI836本来是23下到5点50分自曼谷要飞桃园机场，因过因为航机一日地面作业时阵信号出现异常，因后要到12点钟。今仔日24透早5点23分起飞，早起9点47分飞机飞到桃园机场。应该是机械故障吧？他讲，对，还好没有飞上去啊，飞上去如果在寒血再会有点更辛苦。华航发声明讲，为了要确保飞行安全，依照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检修，也安排旅客住伫咧曼谷当地旅馆休困加食饭，并且调派其他航机载运旅客，造成旅客不方便，请旅客谅解。多过了1夜，然后他们安排的蛮及时，而且很快就告诉我们说误点，所以就安排我们去饭店过夜，住宿还有吃饭点心，我们都很满意，而且大家都很辛苦。平安抵达是我们最大的目的。根据统计，昨除了华航的 CI836曼谷起飞班机，另外一个东瀛航空 BR165新千岁起飞航班，一个成武航空 JX234香港起飞航班，拢延误超过3点钟。有旅游专家讲，信用卡无方便险限制真多，保障真少，建议要出国，至少要保一个上加价多的专项旅行不便险。记者综合报道。每年元旦开始旅馆就袂个提供用一袋个单调的个人的卫生用品，环境部嘛禁止提供细包装的清洁用品望过当来减少浪费，达成减碳的目标。备品自己带，减速没负担。出门旅游，真侪民众会惯使用饭店提供的一改性的用品，但是为每年1月初1开始，环境部甲每年定做旅宿业检索元年。规定旅宿业者袂使主动提供螺、气面仔、起膏、喙手扣仔、甲泡、浴帽仔等等6项个人卫生用品，鼓励民众家己扎。也不要求大家必须要携带所有的瓶瓶罐罐，而是说，当你自己没有自备的时候，你可以再跟他们要。那我们也希望旅宿业者呢，也不要把这个当成是一个额外可以收钱的一个东西。最重要是增加不必要浪费的资源，这个是我们最主要一个目的。环境部也要求旅宿业者袂使提供180毫升以下小包装的洗头毛巾、润发精、地裤精、溶液，规定要改提供大包装的予民众使用。另外，也望业者减少使用一改性的塑胶干仔水。业者会当申请补助措施，若达成塑胶干仔水减量目标，就有3万块的补助。因为这些瓶装水可能用完一次就丢掉，那非常的可惜。如果我们是用个可充填式的哈，那譬如说现在有业者呢，他们就是改用玻璃瓶装水，好，那另外就说也可以去设置这种备水壶或者是饮水机，好，那大家就是不用用完一次就丢。在初期我们也提供我们这个业者的一个补助的方式。环境部表示，若有旅宿业者违反规定，后来发现主动提供个人卫生用品，也是搁咧提供小包装的用品，会使罚款1200到6000块。若是经过要求搁无改善，会使搁再开发。环境部估计新的政策，一年通减少使用4.6亿个小包装的旅宿用品，减碳2500公吨。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来看中华警方19伫鹿港抓到一个来自马来西亚姓陈的车手，查扣24万的现金另外，伫中华河边有一个姓曾的查某人，因为假投资诈骗，被骗140万。警方是伫第4届要交钱时抓到车手。中华鹿港的警方接到报案，赶去现场，因确认诈骗车手已经收被害人的现金了后，随出手抓人。好，来，不好意思，手机。马来西亚人是不是？
警方将着手机甲假做理财专员的工作证，被害人予伊的24万现金也放当场查扣。警察随去被害负责人的厝内底，伊也唔知家己已经被骗。你当初有交钱给一个男生，那个是诈骗集团的。警方查出马来西亚籍姓陈嫌犯生地面册印车手的头路，再用员工的名义来台湾。19号警方抓到，伊也是园林警察12月抓到第2名马来西亚车手。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8月外籍人士犯案，敢若是早起就超过2成，有761个人，上侪是香港、马来西亚排第2，这几年佫有增加的趋势。以储值股票投资为由，与被害人相约进行面交，并由假投资专员持工作证与被害人面交取款。另外，河美这个诈骗车手也是甲姓陈的被害人约要见面交钱，互抓到。警方表示，负责人12月开始，因为互网络股票假投资骗去，已经陆续互3摆钱，计共140万。诈骗集团阁销售共拐第4届，陆续面交3次。共遭诈骗新台币140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再次联系被害女子约定于日前加码投资新台币100万元。警方甲车手较早起洗钱防制法定罪嫌3班，也提醒民众爱设置面册指压式的投资广告，也莫乌白装投资 App 操作，较免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天气较凉冷，高雄有民众骑倒摆一手煞放伫垃地仔内底，佮冲红灯警方是表示讲，骑倒摆一手放伫垃地仔并无违法，也毋过若撇来撇去是会当用危险驾驶来处罚。另外，伫台南有民众因为倒摆就骑伫道路的标线顶头，连那出去累残，所以提醒民众如果去骑倒摆就爱细腻，车嘛爱定期检查。女骑士倒手放伫咧落地啊，敢若用正手来骑车，看到红灯嘛撞过。看到的民众发现，女骑士一路对高雄的蛟城骑到莲雅区，将近3.3公里的路头，拢是用高手骑车。不会。为什么？这个这样危险啊！那天气冷的时候怎么办？天气冷啊，顶多是戴副手套吧。用路人拢感觉真危险。警方表示，高手骑车案即摆法规无违规，但若是骑车无在摇来喊去，出现水蛇受的行为，当用危险驾驶来处罚。初步判断，女性无危险驾驶，但是有其他4项的交通违规。显示相关影像，该部普通机车闯红灯与3次变换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4项违规，共计16400元罚款。这几天南部除了低温也落雨，23顶部台南有民众骑奥多摆经过南区中华南路一段，对着道路标线，无细里刹到累残。人行道之类的吧，对啊，就或是路上那些线可能会比较滑一点，就尽量不要骑这样。第一个就是轮胎的胎纹不够深，再来就是刹车的部分的话，可能去压到前面，或是大致上都是压到前面，导致它的反应速度快，然后导致轮胎就打滑了。维修业者判断，累残的骑士应该是车链无密啊，佮加上有前链的手动，才会出去。提醒用路人湿冷的天气，经过人坎挂道路标线的时阵，爱细腻慢慢骑，也爱定期找车行检查车链，确保骑车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南韩的电竞选手若伫国际比赛摕到金牌，就毋免做兵。今仔早起，立法院有一场公听会，就咧讨论咱国内电竞选手做兵，佮有去国外发展的问题。体育署是指出讲，会来推出相关的计划，望讲会当来培养顶尖的选手，带动咱国内电竞产业的发展。会使讲是职业电竞选手发源地的南韩，那选手伫奥运也是亚运摕金牌，为国内拼公营，就会当免拄1年半到2年的兵役。去年亚运电竞英雄联盟，南韩拍败台湾队摕到金牌，6个参赛成员拢免拄兵役。不过，当来看台湾对选手的保障有限。高中3年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开始打职业赛，所以呢，相对的这个孩子呢，他不止没有时间跟你当兵，他也没有时间跟你念大学。要寻求未来有发展潜力的少年电竞选手，施文彬讲，兵役是其中一个阻碍。学者讲，国校发展电竞的第1届毕业生，其实伫明年后早才会产生。学校内面是注重培养学生的第2专长，包括后勤、裁判和直播等等。毕竟英雄也是名气，永远干那1、2个娘娘。虽然他一个明星在上面，但是底下的后勤单位其实是很庞大的，所以我们是比较偏向于尽量
训练他们在后勤这部分的能力。电竞产业的含金量真悬，但是人才是创外力的危机。体育署讲，按算相对职业战队的上好的人才开始来推出对黄金计划。类似像类黄金计划的概念，去协助这些战队，不管是从情收的部分，从教练的训练，他们的这些的培训、出国比赛等等，去给予一些协助。体育署希望培养上厉害的好手，间接透过国际赛成绩来带动产业界的发展。疫情署是回应讲，照现有的法规，去年亚运摕银牌的电竞选手，拢会使申请补充兵的资格，对在学方面会当办反正上悬到33岁。记者综合报道。大脑在想啥？大学科学家是真好奇。咱国内大学物理系、工科系个药理系几个教授，伫国科会支持开发出一套超高速的4D 的焊镜，脑部影像清楚度是比传统的仪器提升真侪。未来当协助医生将脑神经看甲愈明。常常有人问你讲，你头脑咧受啥？这个问题困扰科学家几若世界。咱人的头脑记忆是对倒位来？脑安怎迷茫？为什么会受空受胖？为着要了解人对脑的疑问，伫国科会支持之下，成功开发出一套超高速的4D 显微镜，来看脑神经是安怎运作。这个研究就是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又能够看到很清楚、很大的面积。然后又能够看到这个快速的变化。这套超高速4D 显微镜速度比传统的显微镜更较紧9000倍，会当随掠着快速变化的神经活动，加上人工智慧的运算能力，影像对比的程度随提升10倍，让原本模糊看袂清楚的神经信号变甲明。姚理书教授讲，目前这个技术是用活体的鸟鼠来做实验，未来计划把这项技术用在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借由在这种小动物的实验，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动物的像脑波，小脑就会有小脑波，那人就可以做脑波嘛，在头外贴电极，我们就可以做脑波，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国科会这届结合物理系、工科系、药理系教授，斗阵开发出这套技术。团队表示，这届合作唔但会当了解脑神经的运作 ，AI 运算嘛会当兼顾责任，跨界合作配合甲真斗大，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嘛替脑科学研究行出一条新的路。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最近台东县的海边有民众在掠麻鱼仔，过去一尾是通卖100多块，也毋过最近这几冬因为中国、日本佮韩国拢有在吃咯，所以一只是拉到60-70块。冬天东部的海边真冷，不过煞是麻鱼仔。会有东部的季节，暗时就出现民众在头顶含沙甲网来海边要来好这麻鱼仔。民众目睭闭甲真紧，要找半透明的麻鱼仔，一暗暝当好到10尾就真好啊！民众讲，这麻鱼仔的价销无往年遐好，过去一尾有100，即嘛干那60-70尔，但是价销嘛是真悬。若是甲好麻鱼仔当作是副业，其实嘛是袂歹。量不多啦，但是今年价钱维持到现在目前还60-70块这样啦。好麻鱼仔主要是要用来养殖食用麻。台湾过去捌是麻的王国外销日本，不过最近几年受到中国、日本和韩国养殖的竞争，麻鱼仔的价销落来。渔业署为了野生麻鱼仔的保育，嘛规定讲，当年的3月到10月底，在3海里以内是禁捕麻鱼仔。不过华东地区因为原住民传统生活习惯无受到限制，但袂当用机具去捕。只能用手抄网或是用个人的就是单独作业的方式去捕捞，那不能用大规模的机具，还有电鱼、毒鱼这些。因为寒冷的时阵，东北季风加重，台东县政府呼吁民众要好麻鱼仔，要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嘛要注意这风险，千万莫黑白冒险到落去捕。记者综合报道。位伫阳明山国家公园山脚的台北市平顶里只要天气变冷，还是讲一直落雨，就会出现真侪牛，会破坏农产，造成农民的损失。管理处是表示讲已经有加强庇护，买来补助装电网，嘛望讲会当为这的水牛找着愈较适合因生团的所在。水牛走来平顶里热踅，车就对伫后壁豆豆啊驶。搁有这阵水牛嘛是落山来到平顶里。里长徐明忠表示，便若拄着风台、温度降落来，或者是连续落雨，伫咧德高山的水牛就会做伙走落来。不是不喜欢它，
是怕说有时候会造成农损啊，然后农户求偿无门，那个高丽菜啊，最多那一年有一次啊吃了270几颗，一夜之间呢都干那一只都搞毁了啊。据控年年底阳明山的水牛小连续死亡，后来认定是营养不良。若评定里就伫咧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山骹，不三时就会看到牛乱踅。唔若算当农作物，里长嘛烦恼人会去弄到。冬季的时候，我们就尽量能够做到它在山上的一个营养来源的充足，还有它保暖的部分，我们都能够尽量做好。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无将拍饼做保护措施，种修牛病、放杂草、验种等等，顺利甲牛留伫咧山顶，减少落山。若针对牛相搭的问题，嘛会继续监控牛出事，甲牛港绑起来。目前嘛会补助农民为电网啊。电木围网，希望能够让牛不要再干扰，就是补助农民，平等里的农民可以围起来，然后让牛不要再就是进到这个农园。管理处强调，阳明山的环境无适合野生的水牛，为着动物的福利，当咧联络特产单位、实验单位或者是水牛安养中心，希望替这寡水牛找到新厝。若伫这进程会先控制族群的数量，减少干扰为主。记者林静梅配合做台北报道。30多年前华东地区的部落有真侪查某囡仔细汉都防袂掉。迄当时有一个牧师陈在辉，世界走藏要救这个囡仔，伊嘛推动儿童少年性教育防治条例立法。吴尊贤基金会今年就颁发爱心奖来感谢伊的贡献。天色已经暗暗，学生囡仔放学以后，来到花莲秀林的青光教室，伫遮写功课、食暗顿。青光教室的主任讲，这款伫都市店看到的课后安亲班，伫咧偏乡是真罕见。有青光教室伫咧，一个家长通好好做功课，免惊囡仔放学以后无人照顾，交着歹朋友。但是今年花莲大地震过，游客大量减少，嘛影响到侪家庭的经济来源。尤其是在秀林，然后在太鲁阁，很多的一些观光产业都陆续的关门，那就真的是非常的遗憾跟不舍，就是太多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他们就可能就没有像以往很稳定的工作。创办青光教室的陈在辉牧师今年要70岁，30年前在华东地区注心解决幼稚甲人口买卖的问题，甚至进一步推动立法防止囡仔受性剥削。嘛，因为关心偏乡的囡仔，陈在辉在2011年成立 Gross 专人关怀协会，甲10外的青光教室，但是9年来的劳苦，嘛，互伊破病得肝癌。所以我甲上帝讲，我都做完啦吼。2012年结束，如果没有成功，我把去拍进去天堂啊，足欢喜的。但是我拍过无去天堂，我看到医生甲护士，我想安尼，我搁伫遮。所以2012年开始的新的做法，我有新的反省啦。陈在辉认为，毋那囡仔的成长环境爱顾，部落的产业嘛就发展起来，安尼家庭才会稳定。陈在辉招农民做伙，甲河工有其稳定的名声拼起来，嘛协助侪农民行销，招社区企业做伙加入，带动经济循环。陈在辉30年来付出，嘛得到吴尊贤爱心奖、社会服务奖的肯定。关心我们的小朋友，又关心到我们农民了，就是我，他真的是很有心的。因为咱互受过，咱互听过，所以咱该会晓受囡仔嘛。所以我毋望一样，但是咱受这个囡仔，互这个囡仔开始，伊后摆大嘛样听伊家己人，这是咱的目的。我讲永续的爱就是这样。陈在辉讲，这几年来，伊得到真济帮助，伊真感恩，嘛认为这社会服务的事工要继续做落去，促进愈侪人斗阵来帮助偏乡甲弱势地区，互因的经济通好起来，互各地青光教室拢通毕业。记者卢祥珠、郑俊友华联报道。今年高雄的中度邮局甲里长合作，邀请里民去邮局写卡片，甲圣诞节、甲新年的祝福的卡片寄予亲戚朋友。
民众欢欢喜喜甲圣诞卡片投入去批筒内底，大家拢真久无家己亲手写卡片咯。因为手机不只方便，真侪人过年过节定定用大图来表达祝福，所以高雄市丰如里的里长甲中都邮局合作，邀请民众到邮便局做伙重新体验这种写卡片送祝福的温暖。你写卡片写好什么啊？我写女儿、写孙啊、写朋友。因为现在时代用赖啊、贴长辈图啊，资讯比较发达，像当有这个机会用咱家己用亲自用鉛筆寫卡片寄予家己的好朋友也是厝內的人，這個聖誕節的活動可有添加很多的温馨。小小的活动，一天就成200多人来参与，也有袂曉寫字的囡仔用图把因的祝福畫出來。同款是手工做的禮物，高雄壽山動物園的工作人員嘛發揮創意，用果子、菜色製作聖誕節限定的小禮物。像是我们的苏卡达象龟，我们利用那个仙人掌，我们把它修剪成圣诞树的形状，那点缀番茄。那此外，像是我们的马来猴，我们也利用草莓来做成酸甜的小雪人。动物园利用废弃的茶做鸡啊，再个把各种食米铺起去，甲做成圣诞树。废弃的水塔铺球内底阁有藏食米，互园区的动物嘛体验无共款的食食，增加过节的气氛。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前2日同节路伫英国的大石头镇，有几千人穿古早服装，依照古早传统，但要看日头。另外，伫意大利的罗马有真出名特雷维水泉，经过3个月维修又搁重新开放咯，嘛准备要迎接明年天主教的大代志。英国4500位民众伫当节一天伫古石镇庆祝日头赛，其中有不少人换穿古早服装，重现古老传统。I'm here to celebrate the solstice. I'm here 4 times a year to celebrate the solstices and equinoxes: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Today is one of the very important ones because we know, as a leap of faith, from today the sun will return. And the days will get longer, the nights will get shorter, and it's what we call the returning of the sun. 古石镇的历史真悠久，上早则追溯到5000年前，伫冬至甲夏至这2天日头出来时阵，日头会拄啊好对特定的角度通过规座石镇。专家推测，过去农业社会生活甲日头的运行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讲这建筑古石镇标志立法的周期。为了保护古迹，古石镇平常时要求游客袂使晚伤近，不过伫冬至甲夏至2天，官方会特别允许游客晚近，甚至望这古石，互人搁再体验甲自然合二为一。镜头转到意大利罗马，以巴洛克雕塑出名的观光景点特雷维喷泉，伫维修3个月了后，一礼拜日重新来开放。È una bellissima sensazione rivedere la fontana in queste condizioni. Prima con le strutture non era un bel vedere, diciamo. Adesso ce la godiamo al meglio che si può. 特雷维喷泉也是热门的下原池，听讲即要甲大西人移落去，未来会再转来到罗马，而且观光的成真。所以讲每天有超过1万人会来下原参观。罗马官方也收集这同性仔来救济圣家人。今年罗马进行大规模的古迹维修计划，也是为了迎接明年罗马天主教的喜年。根据传统，即要伫今年到罗马来朝圣，就山下边一切罪过。官方预计，这活动会为罗马带来3200万名的旅客。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来看芬兰的亚太老人已经去到巴西发礼物，嘛早一寡是要去非洲的国家，互善食囡仔佮陪因踢骹球，咱做伙来了解。圣诞老人准备要出发啦！真侪人到处共甲大包小包的礼物搬去哩洗车，佮甲鲁道夫这几只顺路牵出来，大家祝福欢送，要甲快乐甲平安送到全世界。I think it's impossible to be good and nice all the time. And if you can be quite good almost all the time, don't worry about the gifts. 伫咧光谷民主共和国东部的社区布辛巴，无家可归的囡仔甲家庭，摕到圣诞老人本的饮料，也个小的食物，感受节庆的气氛。这是青年协会组织领袖志工办的活动，伫这个节日支援无家可归的人。Faz leo ni siku ya Noeli, ni mwezi ya Noeli.
伫美国这个时阵，真侪人是要坐飞机登去加州的人团圆。伫休斯顿乔治布斯洲际机场有2只黄金腊狗，有人看咧伫咧四界散步，那想要会当甲因梳头摸摸咧。Bring the dogs to spread joy and happiness to all the passengers, especially during this time when it's so stressful flying. 圣诞节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只要心内有爱，大家拢会当是圣诞老人。当然，狗也同款。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19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9度。东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1度。华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1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现在有新的人，我拢很愿意去栽培国家这项音乐，就是一直发展下去。乐音飞扬，哪像圣经，女主国家团华丽上场。